说到这个吕若英老师跟这个金彩峰老师呢，是后来加入《红楼梦》剧组的。两位艺术家对自己扮演的角色都好大的不情愿。先说说吕老师，吕老师大家都知道，原来饰演的都是俏丽的小花旦，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像红娘，像打金枝里的公主，人家演的都是这样的角色，结果让人家演薛宝钗，如此有心计的一个女人，当时心里是不是觉得领导安排演这个角色特委屈？您看看吕老师多有心计啊！很神秘的看着咱俩。是来，因为我们当初的时候，应该讲领导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但要问自己来讲呢，我感觉到那个薛宝钗，我不是喜欢的角色。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戏路宽广，专长花旦、兼善花衫、青衣、刀马旦。1960年赴港演出时，加盟《红楼梦》剧组，时年27岁。虽然薛宝钗的角色和吕瑞英擅长的人物并不吻合，但她以自己的深厚功力演活了观众心目中的宝姐姐。谁不想高人们英门？我宁愿做晴雯，宁愿做紫娟，我也没有想到要做薛宝钗。但是已经分配了嘛，你当然也谈得服从了。这个是主要是这个，所以你要说那个从这个本质来讲呢，那个应该说我们那个戏呢还是着重在那个宝玉跟黛玉的身上。所以薛宝钗呢戏的分量是不多的，不多呢，那我呢也是实实在在讲。我认为就是导演要我们看3遍《红楼梦》，这个3大本要我们看3遍，我当时心里边是一个不愿意。因为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从早上起来练功、练唱，还有好多学习、排戏、演出。当时我们正青年嘛，所以我在想，现在的青年这一点来讲，不如我们的条件好。当初我们有的演出多，舞台上实践多。那这对演员来讲，演员的成长这个过程啊，那是很有帮助的。是，所以当时我就听了这句话，要从头看3遍，我眼泪就掉出来了。所以我怎么去唱到那个薛宝钗？是啊，那后来呢，我就想，这个也是怎么讲啊？他是领导之命难为啊，从头至尾咬了牙子看了1遍。3遍是不行了。吴春当时我们都叫吴主任，他是艺术艺术室的主任，他做导演。他排戏的时候第一句话问我：“你《红楼梦》看了几遍？”我想了一想，还是实话实说吧。待会他要问我一点什么东西，我讲不出来，我就说看了1遍。他说不错。哎呦，我到那个心，我就放下一个心来了。那么，所以我说，假如说这个人物创造来讲，应该说，我现在来看，我自己对我过去那个创造薛宝钗那个时间来看，我认为我还是自然条件，还是自然形态在演。你说怎么样去刻画它？看了书是一个印象，但是你要在舞台上表现它，要表现出来，那个薛宝钗的大家闺秀，内中外秀。对吧？那么又是一个有心计的，但是又是不失分寸的，又是会在什么人面前讲什么话，这些东西来讲，对我的性格好像是，我是好像一下子还想不到怎么样，怎么样去演它。咱们演小丫头来讲，那个是实话实说，对不对？演那个宝钗来讲，应该讲还是应该说不是太诚挚。你看看吕老师的当时的这张惊艳的照片啊，扮相，薛宝钗，哎呀，真的特别的漂亮。其实我想啊，对于吕老师而言，可能跟金老师而言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当时他们2位啊，已经是颇有自己的风格了，而且颇有社会知名度了，大家对他们所扮演的那一路的角色已经很认同了。现在换了一个他们自己都觉得不是特别自信，不是特别满意的角色，又要得演好它，这个难度是不是特别大？金老师，人家金老师，人家原来演的都是，你像《碧玉簪》里的李秀英，人都是贤妻良母型的。是，你说这一次给人让人演王熙凤，哎，
听说您还哭鼻子，对，真哭了。真的。越剧表演艺术家金彩峰，1946年在学生剧团攻小生，后转东山乐艺社改演旦角儿。1960年赴港演出时，加盟《红楼梦》剧组，时年30岁，将凤辣子的泼辣与心计演绎得淋漓尽致。因为我呢，跟在座的徐老师了，那个叫周老师了、王老师了不同，伊拉侪科班出身，但李老师也勿好比，李老师也是科班出身，我呢勿是科班出身，所以伊个戏呢，角色咯啥呢，演了勿多。突然之间要我去演这个王熙凤啦，我是老紧张，因为这个王熙凤角色老难演的，伊是里向有句闲话是里面尖来外面光，对吧？伊是这个叫八面玲珑，跟我这个人呢，辣生活当中呢，不是搿样子，所以心里向是不愿意，实在是自家不能称职，演不好，生怕演不好，自己反差太大。反差实在太大了，所以我哭了。王熙凤难有难演，不侬个篇幅又勿大，侬但是伊要拿王熙凤个物事演出来，侬哪能演法子？侬叫我，所以想来想去，自家个心里个小手表平衡起来，我还是演别个其他个好，所以心里想去跟领导讲，但是领导呢，没啥个闲话好讲，一定要演。迭个辰光呢，确实心里向压力老重个。那么随便上能压力重，侬还要去努力。我是心里搿能想，搿能子去做个。但是迭个戏呢，到现在为止呢，我认为我对王熙凤迭只角色呢，还是我自家觉着做了没好。师傅，林姑娘来了吗？啊，真的来了啊！哎呀呀，来迟了，来迟了！哎呀呀呀，老祖宗我来迟了！坐在楼头西天堂，今朝听听鬼可放。金彩峰老师和这个吕玉荣老师，他们在自己的那个流派的艺术世界里，一定是这样的艺术家。但是让他们塑造这样反差极大的、不适合自己塑造的人物，首先你别说他们换了任何演员都会有不情愿的去，这个太正常不过了。但是两位艺术家以大局为重，因为今天咱们现场的观众都不是一般的观众，都是深深爱着越剧《红楼梦》的观众。咱们用掌声告诉两位老师，不大情愿演这个薛宝钗和王熙凤的两位艺术家，他们演得好不好？虽然我们呢都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演出中间呢，我们也知道是全员一盘棋这么一个要求。那么作为我们自己来讲呢，也是认真去对待自己那个人物的那个他的一举一动应该怎么样。我自己来想呢，我认为我在那个唱腔上面呢，我还是下了一点功夫的。薛宝钗的唱，她要表现她的稳重，又要表现她有心机的这一面。包括就是说是跟那个游园的时候跟老太太的那个奉承，对不对？那么就是给对那个袭人，还是袭人对吧？袭人的那个有意识的去接近这个丫头，因为袭人是贾宝玉最贴近的一个大丫头，所以像这些方面的唱腔，包括送药的时候。两鸭苦口鲤鱼饼，这个我都用了一点心思，有所规划，是吧？那么因为戏的份儿呢，也就是这么一点，是。那么我呢，就是在这个上面呢，是用了一点功夫。宝兄弟，两鸭苦口鲤鱼饼，中年女儿鲤鱼鳞，啥能听在
那你人出去啊，现在都叫他宝姐姐。啊，宝姐姐，哎对，一个是出去王熙，我也叫她阿姐。阿姐，哎呀，我们平常都叫她宝姐姐。是的，是的。其实，在生活当中，通过这样的一次合作，我相信他们一定是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的一种关系了，一定是这样。我相信老艺术家的这种过往，对于我们年轻的后辈，一定是大有益处、大有启发的。我们再次谢谢6位老艺术家。说到电影《红楼梦》，不能不提到一位大导演，在今年的1月份刚刚去世的岑范导演。岑范导演，真的他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如果对于岑范导演一些年轻的观众不太熟悉的话，我们来说说他拍的影片。京剧的《群英会借东风》是他的。那么他后来跟郑君里先生合作了这个《林则徐》，还有大家熟悉的1982年拍摄的《阿 Q 正传》。所以是这样的一位导演，他导演了《红楼梦》，当时他应该还很年轻吧？那个年轻，他现在只有83岁死的，哦，他也就30左右，30多岁。哎，他电影就是年轻导演，很年轻，是，应该是几年前了。上海东方电视台曾经采访了岑范先生，还有当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徐老师、王老师也在现场。咱们通过大屏幕再来回顾一下这位著名电影大家的风采。问归两天，当今人面不知何处去呀，空留下苏州马尾望林间。林妹妹呀，林妹妹呀。2008年1月，岑范先生因病逝世，但他却以一生的心血为我们在大荧幕上留下了最美好的作品。所有《红楼梦》剧组的演员和热爱《红楼梦》的普通观众都会永远怀念这位可亲可敬的大导演。确实，尽管时代在变化、在发展，我们的很多技术手段有所创新，很多技术条件也越来越好，但是真正的好的艺术，一定是大家要用心去打磨的。是，所以当年在《红楼梦》众位齐心合力之下打磨出来的这部精品，一上映就得到了所有观众的认同。是，当时62年拍出来以后呢，因为国内的政治环境呢还不大允许，内地不大允许，播放这样《红楼梦》的题材，于是就到了香港首映，在香港特别的轰动。于是呢，香港的电影公司呢就觉得哎不错，我们也应该拷贝一版。于是他们拷贝的这一版黄梅调的《金玉良缘·红楼梦》同时上映，要打擂台。当时也是2位大明星啊，一位是林青霞，一位是张艾嘉主演的。结果您猜怎么着？打擂台卖票房，争取观众，就愣是没有赢过咱们粤剧的《红楼梦》。林妹妹情
去时光。林妹妹林妹妹此经是天风万贯万不怪，上天设地难定见，不贪污谁不能留笔画进虚人死不能负一步情长宝玉你好，那英歌也知情和你，世上的人儿不如他，恩子专，妹妹的音不尽不才那一步家的姑娘呀，那姑娘是的花呀，那云姑也不听红世上的人儿不是他，这哪是黄梅调，这整个就是抄袭咱的越剧。问紫娟，这不是黄梅调了，这就是抄的咱的吧？这个一样的。哎，越调。确实是黄梅调，但是我觉得有严重模仿咱越剧版本的痕迹，充其量叫越歌越调啊。不管他抄不抄，人家抄证明咱们的成功，对不对当然？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咱们还应该感谢人家香港公司拍的这一部这个叫《金玉良缘红楼梦》。对对对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更印证了咱越剧《红楼梦》的高潮。他那个李清阳那个如果做家宝牛嘛，他柯林最后他因为他黄梅调了、四季调了、什么调什么调，到了柯林他没调了，整个就是越剧。听到了吗？徐老师说了，因为如果问紫娟还有点越调的话，到了哭灵他没调了，就是咱的越剧调。就是越剧的。哎，志刚有话要说。 86年我去香港演出的时候，我跟林青霞曾经有一起吃饭、一起游玩呢。这个中间呢，他跟我提到过一件事，就是当时他要拍这个《红楼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说他就托人找到了徐玉兰老师、王文娟老师，就是这个电影版的这个录像，当时还是录像带，然后带回去以后，反复的学，然后演的这个《金玉良缘》，全部是表演，包括唱腔、形体动作，都是模仿越剧的。那么，当《红楼梦》在内地可以播放的时候，我们拿到了一组数据，说当时累计《红楼梦》的观看人数的这个人次超过了2个亿。那么在很多地区都是早上7点半开始播放，一直放到晚上12点，甚至有个别地区可能是24小时是这个不停的播放。还有一个这个数据是我们出版社给我们提出的，说当时的这个电影连环画发行了，总共卖了250万册，恐怕也创造了一个吉尼斯纪录。是的，说到这个影响，我特别想问问前排就坐的
几代红楼人，你们有多少是看了越剧《红楼梦》，从而走上越剧艺术道路的？举手告诉我。哎，真的假的？绝大部分。咱们请一位代表来，对钱慧丽说一说啊。我是1978年、79年、那时候看的，那时候正好在读书嘛，正好还在读高中。然后1980年我就考入了当地的越剧团，也就是看着《红楼梦》才开始真正喜欢上、痴迷上越剧的。当时我记得我们当中也有老人，也有小孩，有男有女。我记得有一个老太太已经走路都好像觉得非常困难了，她就是每天老早就开始摆着那个板凳啊，在这儿占领位置了。所以我们真是看到这么一大批的红楼人是看着《红楼梦》成长起来，当然还有一大批爱好者们，确实这《红楼梦》对他们的人生也有极大的影响。没错，今天我们现场呢就请到了一位特殊的朋友，可以说看了《红楼梦》真的是影响了他的一生。那这样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的名字叫薛龙彪。薛先生您好，您是从什么时候看的这个《红楼梦》？我大概是在1960年或者是61年的国庆节开始看《红楼梦》。就看舞台版本的。版本红。在哪儿看的？人民大舞台。3毛钱一张票。最后面的我就进去看了，一看就惊呆了，从此一发不可收。看这个戏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剧本去抄下来了。但是我一到晚上，我就躲在被子里，我就在背着《红楼梦》的唱词，就一直背，一直。真的假的？真的呀！来，这样，我的搭档王勇手里拿着的就是《红楼梦》的剧本。第8场。刚才有人说到袭人来着，咱们就说袭人。袭人起立说：“这话本是奴是不敢讲的，现在没法子，只好讲了。”接下去袭人有段唱，请您往下念。宝爷录取宝姑娘，这真是天造地设配成双。这乃是金玉配孔仙风浪，大概是。孔仙风浪，他心里是有林姑娘，曾记的叫青芳桥畔。事实上，他把我当成了林姑娘。好了，已经非常不错了。是。哎呀，其实薛先生啊，薛先生不光喜欢《红楼梦》，还因为喜欢《红楼梦》而成了一位业余的编剧。这继续为越剧在做着贡献，我们应该格外的用掌声。谢谢薛先生，谢谢。好，您请坐。其实啊，这个今天咱们在座的呀，这个还有能够把《红楼梦》翻译成用外语来演唱的，今天据说有2位能用德语来演唱《红楼梦》。来，2位来自什么地方？我叫邵祥华，我是同济大学德语系的老师。您呢？我叫方宇，我是同济大学德语系的学生。用德语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什么样、什么味儿、什么样？大家掌声。Aus heiterem Himmel kommt Cousineling, wie eine leichte Wolke aus den Bergen. Angeblich ist Strom eine Taugenis, ab der noch wahrhaftig sind edle Jungen. Ein Rohr gleich sie, eine Blume in Bewegung, der Weide im wankenden Wind. Sein Blick verrät Sanftheit, sein Lächeln Stimme zeugt Wärme. Meine Herz eine Fremde ab mein Herz für eine lange Vertrautheit. 谢谢沙老师，谢谢。哎呦，曲调是那么的熟悉，这语言听着是那么的不熟悉。确实，徐老师、王老师听到了这跳下个林妹妹用德语演唱，感受如何？我觉得他们这个摆设也很稳，但是这个用音很像越剧，用音很像越剧，很像越剧，很好的，很好的，谢谢啊，蛮好。
是人去年，好妹妹你千万要我这一招，我的有心欺负你。好，明朝让我接在子嗣里，让哪的人帮我腾起掉。我以为你也大是对，呸，原来。